坊間不時對於政府無論係運作又好，一啲內部事務都好咧，都係好有興趣嘅，有好多揣測嘅。咁可以好正式話俾大家聽，呢啲揣測都不正確。我冇計劃去再對於我哋司局長嘅人事有任何變動。理由係佢哋都按住我嘅要求去積極咁履行佢嘅工作，而事實上我哋喺要做嘅工作係非常之多。首要係處理大埔宏福苑嘅長期住宿安排，第二包括發展經濟、改善民生、搞建設、創造更多機遇。我已經表明我哋香港會主動對接15規劃，我亦都會制定我哋香港嘅5年計劃。我亦都希望我哋可以爭取最多時間做最大量嘅工作。所以每一位司局長都一定全力以赴，希望做到我要求嘅工作。咁呢個我對佢哋咧都有信心。所以呢啲傳聞係不正確、不攻自破。